請各位記得俾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，係免費㗎，只要撳埋個鐘仔，有新片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坐郵輪最吸引人嘅，梗係喺船上面嘅食同埋玩啦。喺郵輪上嘅自助餐廳，你可以由朝食到晚，而中意 fine dining 嘅，亦都有唔同嘅選擇。船上仲安排咗各種活動，遊戲、跳舞、學語言、聽講座、睇表演，總揾到一啲啱你參加嘅，而且仲可以去甲板或者去 gym room 嗰度做運動添。總之就係不愁寂寞啦。身在此山060，郵輪上食共玩。講起食，碧如就慘啦。暈船浪搞到冇晒胃口，每日朝早只係粥加烚蛋，晏晝就湯河粉加少少菜。人哋坐郵輪會增肥，佢就變咗 keep fit。津文就唔同啦，每日早午晚三餐盡試各種美食，晚餐去最高級嘅四季餐廳，由頭盤到甜品，晚晚唔同餐單。同嗰位菲律賓籍服務員熟絡咗，佢仲會好貼心咁向廚房要求更改冇咁肥膩嘅配菜，等冇乜胃口嘅碧如可以食翻啲嘢。呢啲服務態度真係一流。講到玩，碧如最中意跳舞，喺澎湃嘅音樂之中跳節奏快速嘅舞步，總好過因為暈浪攤喺床上唉聲嘆氣。每日朝早8點，導師帶大家由頭到腳伸展一番，配埋啲強勁節拍，咁就可以精神奕奕迎接新嘅一日啦。另外好受歡迎嘅活動就係唔同形式嘅問答比賽，有次舉行分組賽，由唔相識嘅參加者抽籤組隊。嗰日嘅主題同電影有關，標準戲迷嘅津文即刻報名，過程相當緊張，對手水平好高，頭2個回合都領先，去到第3回合，聽電影音樂搶答戲名，要辨音能力同記性都好先至得，呢2樣係津文嘅強項。於是音樂啱啱響起1-2個音符，佢就搶答出戲名。The Godfather. The Godfather is correct. Wow, that was fast. Forrest Gump. Forrest Gump is correct. Good job. E.T. E.T. is correct. 在場觀眾個個嘩嘩聲拍晒手掌，結果為所屬隊伍搶翻唔少分數，最後仲反敗為勝添，都冇負電影迷個名。至於外語速成班，我哋喺船上學過西班牙語、葡萄牙語同日本語，雖然學嘅全部都係皮毛，但都係好玩嘅嘗試。攝影講座同電影分析講座由同一位講員負責，講得深入淺出，幾有啟發性。津文即學即用，喺船上拍攝日落景色，好似真係有啲進步。嗰位講員分析嘅北非諜影，我哋雖然睇過好多次，但一樣聽得津津有味。坐郵輪只要肯嘗試、肯投入，自然能夠樂在其中。